中共政府在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禁止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在分斋月封斋、过入子节，反而强迫与汉人共同庆祝6月18日的汉族人传统节日端午节。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索切特6月19日表示，上个周末与来访的中国国防部长魏峰举行了会谈，中国承诺提供超过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且柬埔寨可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另外，两国明年将再度举行金龙联合军事演习，凸显中共当局与柬埔寨之间的稳固关系。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政治盟友，不断给予经济援助，并长期支持柬埔寨自1985年开始掌权的洪森首相。澳大利亚州立大学教授迈克尔·克拉克指出，并严厉谴责中共政府正在以反恐维稳、社会稳定、深化严打专项斗争、深入推进去极端化为借口和各种荒谬理由，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实施一系列超乎想象的欺压、破坏、镇压、践踏人权、同化等等，随便抓捕入狱或羁押在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进行了一整套的文明大屠杀。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称这个机构已经徒有虚名。6月18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和国务卿蓬佩奥共同面对记者时表示，长期以来，人权理事会一直保护人权践踏者，充满政治偏见。黑利大使说，看看理事会的成员，就可以看到对最基本权利的令人发指的践踏。他提到的践踏人权国家有委内瑞拉、中国、古巴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苏伊鲁、伊斯坦布尔移民总局局长、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联盟代表以及欧亚东突厥斯坦协会共同参加了伊斯坦布尔移民总局会议，重点讨论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问题以及居住证有关事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加征关税在日益增长，中国的报复贸易空间日益萎缩，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已引起全球市场关注。美中贸易战就像滚雪球一样，相互刺激，推动着增长步伐。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了一项决议，将哈萨克斯坦南部省份的名称更改为土耳其斯坦，并将该省首府中心迁至更名后的土耳其斯坦。